何老师平安，本身平安。观众朋友食饱未？今仔日有食鸭肉无？因为今仔日咱要来讲鸭吼，然后观众朋友知影为虾米鸭拢伫台语拢去用讲甲，那想诶拢是无好诶代志哦。你啊，顶届杜老师拄有甲我讲吼，提醒我，迄个顶届林老师有讲着啥物7月半鸭。嘛是迄个，毋知死我诶吼。7月半鸭毋知死我嘿。是，今仔日咧，咱要来讲啥物？听雷。我问你哦，你敢捌饲过鸟仔无？鸟啊，有捡过啦，捡过人迄个为树仔落落诶鸟啊，捡转去饲2-3工尔吧。敢饲有啊？有哦，伊摔落来本来是受伤啊，来甲伊用好好甲伊送转去诶呢。你捌饲过鸡仔无？鸡啊？阿嬷有饲过，我会记得咱像细汉时，阿公阿嬷有饲过。应该是做好饲诶吼，我毋捌饲过。有哦，细汉迄个老师毋是拢会迄个用迄什物鸡仔细只有无？囥伫一个鸭内面，即个迄个小学是啊。但是做迄，但是迄嘛是无几工吼，互阮看看诶尔安尼。你捌敢要饲过鸭无？都毋捌安尼，敢若食过鸭卵呢，兼鸭卵好食啊。食过鸭肉吼。是。咱今仔吼要来讲即个鸭听雷吼。为什么讲到鸭吼？鸭是早当时吼，伫台湾是一种经济动物，嘛是一种庄脚人常常爱饲诶物件。是安尼。咱来看头一页好无？来看头一页。听雷啦吼，叫做完全听无啦。完全听无。你捌看过鸭吼？讲时阵鸭耳孔掠悬悬吼，结果通常毋知影啦吼。咱来讲有啥物鸭听？是。为虾米鸭听雷是完全毋知影呢？早当时吼，伫台湾迄个农业诶习惯吼，拢会饲种鸭。为早当时即个稻米诶收成是为南边开始，渐吼会到北边去。饲鸭诶人拢会为细汉时吼饲规阵鸭赶吼，赶去即个种迄个稻仔园人收过稻仔园去讨食。稻仔园拢有种收了拢有一寡稻仔伫迄个园仔内面嘛，就为南边吼，赶赶到北部去。你看爱赶偌久时间？一工、2工、3工嘛？一工。我问你吼，为细只到大只爱偌久时间？我毋知，我无研究。一般啦吼，大约啦吼，以阮台湾即摆饲鸭吼，大约差不多爱伫3个月啦，3个月，差不多90工左右嘛吼。为伊鸭囝细个只出世了后，为南部开始赶。因为南部诶稻仔拢生早生嘛，所以南部诶稻仔先割。因为南部熟落，北部天气凉冷，所以稻仔诶收成是为南部开始收成，到中部到北部。细只就为南部开始赶，开始去人割过诶稻仔开始去食遐诶切啊，得利用稻仔来切啊，豆豆赶，豆豆食，豆豆大只。你看吼，为南部赶到北部，我讲爱3-4个月嘛吼。来，咱看后一页。是。看后一页。所以。用迄个长鸭棍吼，一直为南部一直食到桃园甲新竹这地区吼。桃园甲新竹是台湾来讲是上北部吼。我有讲中部是彰化、台中、苗栗吼，是属中部嘛吼。到桃园、新竹就是属北部啊。到迄时阵啊吼，差不多要大只吼。
嘛差不多哩即个清明以后，就即安尼吼，拢开始会开始落雨，落会安怎样？落雨哦，嘿，落雨会安那？拢是土吗？落雨了骨骨开始要落之前拢春天要落之前拢会卡雷着，哦，较累，嘿落嘿嘿嘿，嘣一下，开始就光就个讲这雷吼，就是啦死啊，吼，是啦，足大声，吼，本来嗯，规定拢伫佚佗食，无就伫砰一下，嘿，就头就举悬悬，开始安尼定定，嘿，毋知创啊，吼，是，但吼伊有一个习惯，就是边看看，若想无代志吼，继续嗯，继续继续食，继续食吼，继续食，无伊诶代志就对。无代志啦，咱继续看后壁食吼。其实平常时应该是，若听着这拢会走了了啊，对无吼？但是哦，对，动物，一般动物人吼，听着雷吼，拢会惊。早吼，阮兜是只狗啊，境界吼，伊怎落雨阵拢会敲雷，伊就听着雷开始走去比伊较伊会惊嘛吼。其实吼，一般讲雷啊敲时阵，莫讲动物人嘛，若是会惊对吧？是，人嘛是会对啦，惊嘛吼。拢会惊去味对。但是一无般吼，味，一般伫即个春天开始降雨时阵吼，真敖落雨，吼伊真爱装水，都毋惊雨，吼所以吼安尼伫伊讨食过程，爱受着春雷甲落雨影响，所以吼伊就伊落雨就嘣敲雷，就头家看看，哪想甲伊无伫台，所以咱知影所有动物拢足惊降雷的。嘛会足惊落雨，但是即动物足奇怪，伊毋惊雷，足爱耍水的，所以吼，咱甲讲听着讲奇怪，吼，即物件伊对落雨了，都有降雷伊拢无影响，无反应，所以讲听雷，听雷，听雷，啥原物事？来是安尼，嘿，就是讲拢听无，因为伊无毋惊雷啦吼，伊都头举来，哪想甲伊无伫台，继续食，所以伊听无，即个嘣，即个声是啥物意思啦？吼，阮所以讲伫台湾有即个俗语讲吼，听雷叫做听拢无。听拢无，原来是安尼。想讲为虾米一定爱足可怜呢？即阵7月半嘛是去互煮来食，来拢讲着啥物丑小鸭吼，咱诶一个故事，嘛是讲迄歹歹吼，那么就是原来是安尼诶原因。来，我来问你一句话啦吼，是伫咱生活中间吼，啥物讲到啥物代志，咱讲听雷。讲着啥物代志哦？就是老师咧讲迄落咧讲数学诶时，迄落学生大部分拢是听雷。听，微积分之类诶。人问讲啥物叫听雷啦？吼，我定甲阮朋友讲吼，阮新妇是读日语诶，吼，阮后生是读法语诶，因咧讲用，毋管是用法语诶讲话，还是用日语诶甲互相交谈啦吼，阮就是入边听无，叫听雷。对，迄厝里有几种语言诶，迄种，像我打来泰国听雷安尼。听无吼，伊咧讲毋知影吼，叫听雷。咱来看圣经啦吼。有一个朋友讲，美秋讲死啥物硬喙皮哦，敢是？嘿，死硬水杯就是讲吼，伊拢会讲烧正，正到尾吼，伊拢毋认输叫死硬水杯。死嘛毋成讲伊家己毋对，吼伊变成讲伊拢是真理，别人讲拢毋对，叫死硬水杯。都无听人来反抗吼，叫死硬水杯。你是已经死去啊，佮要去互用来骂人安尼吼，但是顶个问老师讲，为虾米咱台语吼，迄俗语咱想诶拢是迄落讲无好诶较济，嘿，安尼，
老师讲啥物？因为咱要有艺术的美人是安尼吗？有艺术的美人啦吼，因为讲歹听话毋好嘛吼。咱是细阵是人讲啊，咱讲的毋袂使讲歹听话，啊，但是足受气的啊，若是要骂都毋敢骂人，啊，讲一种代志，啊去形容另一种代志，互伊听了真受气。啊，但是咱虽然都无讲歹听话啊。是，足好笑的吼。所以咱台语就足济，原来咱看。即几届讲起来，拢感觉奇怪，为虾米拢讲无好诶吼？所以咱先讲讲到迄个啥物压听类诶代志吼。所以讲迄是种迄个讲话艺术啦吼，真无好诶骂人讲话艺术啦。但是咱圣经内面吼嘛讲着一段历史，安尼有，但是伊毋是骂人哦，伊是会宽劝人，互人一寡勉励一句话啦吼。咱来看马太福音13章3至9节这安尼讲啦，或者安尼讲吼，就用济项比如甲因讲，你看有夜景的出去夜景，这段吼就是耶稣伫即个加利利海边啊的工地上，伊都爱讲一寡，比如都看有别人的夜景，吼，伊所以用这物件来做一个比喻，讲吼，夜时有诶家留伫路边。陪照狗，一真食伊，吼来第5节咯，有诶家留伫石墘地土浅诶位，因为土无深就发真紧，来，咱看第6节吼。但是日头晒伊，因为无紧就高达。第7节讲，也有诶家留伫刺仔内，刺仔发起也看伊。有诶家留伫好诶土地，结实有诶100倍，有诶60倍，有诶30倍。来，再讲吼，有耳孔诶着听。我问你吼，讲耳孔，讲耳孔，有吼？有啊，嘿，有耳孔。但是伊讲伊听无嘛吼？嘿是啊。咱人讲耳孔。有呢。但是有人讲咱讲听有。是哦，对哦，有道理哦。有人讲咱嘛听无了，伊讲啥咱嘛毋知伊讲啥吼，对不对？对啊，有人讲对圣经足歹了解呢吼。所以这段就咧讲啦吼，讲什物件来，咱来看后一段好无？来看一段。好，接着开始比，讲头挂即个比喻会讲啥物意思吼？29就讲吼，若听天国的道理，也无晓悟下。迄个歹就狗，吼，将所压伫伊心内抢去，这是压伫路边的，伊怎个压伫路边的？哦，就是讲，我有去查一寡对即面会解说啦，吼。耶稣伊咧传道的即个的环境是一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所在，吼，这个所在伊。土地真大，是一个旷野的所在。吼，你看人一行路行，即条路行久，即路会安怎样？行久路就出来啊吗？路就出来啊，对无吼？但是土，伊遐是土嘛，土行久啊，愈来愈长，愈来愈长，对无？因为这路愈来愈长，毋敢会好行路，对无？吼，但是伊虽然是土吼，但是如果政治落伫迄个路边。伊讲都发芽无？因为咱种叶会发芽嘛，发芽伊会生长，会生出物件对无？但是即个种子落伫路边，伊无发芽。这比如讲吼，人听着代志我都安尼。啥意思？去互鸟仔食去，拢听无。听无，就是讲吼，你听下即个代志，你吼，我白听，这狗无伫台。吼，就是讲吼，即个物件落伫路边，伊迄个歹嚟讲吼，歹是种鸟啦，鸟来就会食去啊，伊就永远无法度发芽。吼，讲你虽然听，但是我毋愿去接受即个物件，是我永远袂听。虽然我有耳孔但是我就是袂听。吼，听绿岛严重就是听无啦，但是讲我知影，但是我袂听，但是讲吼，即个物件上帝道理伫你的心内，你讲我即狗无伫台。我白听这狗啊，永远无伫台，所以讲
注意讲我做我代志，就是讲伊互你讲，若是我无愿意接受，就是即个政治落伫路边认，这意思是安尼，来第20段也伫石阶内地，就是人听道理，人民欢喜，承受伊。来第1段总是内面无紧，不过暂时尔。到为着道理拄着有患难，困着人边着达着达就是脚踏着石头啦。着达是脚踏着石头。伊讲即个政治落嚟石脚地我有去查伊讲如果土的下面是石头，石头伊叫日头晒着了，伊会有烧嘛所以一般咧政治假使去拄着烧的时阵，伊会出紧就发出来出紧就发出来但是伊发出来了伊有叶嘛有根根咧根爱有水，伊会继续生长对吧？但是这石头的地下较无水，所以伊真紧就打起这就是讲虽然人愿意接受，但是伊无多，伊伫生活中间无有好的培养，有可能无水，伊就打起。这有咧讲人愿意接受，但是伊拄着无水的时阵，伊就打起讲这段是讲这所以讲虽然上帝的道理伫你的心内，你知影你愿意接受伊，但是真正拄着困苦的时阵，你就真紧会放出去咱来看12节也伫市仔内，就是人听道理，也世间的挂路钱财会卖血，也看迄个道理就无结实。咱的生活中间有真侪困苦啦拢爱趁钱嘛有当时趁无够钱，为着生活都真侪顾虑。有人讲这个物件毋好，咱来趁种钱好。台湾最近有真侪人叫人袂去国外，你敢知影这件代志？是。这足几前的啦去年开始即嘛有就是讲人若时听着道理了，为着生活困苦伊讲这无要紧我先来趁钱好我趁有钱时阵，我倒来信主。是讲我拄着种困难，无要紧我来信，即个有可能我来信即个妈祖我先来信即个王庙，可能有趁钱无来信这好人总是有一种意念伊讲这就是亲像咱一个政治发出来了有拄着有市敢烧客烧咱就较袂大张就有可能就打起伊讲来也三日讲也伫好途的，就是人听道理来晓悟，结实伊实在就结实啦所结的有的100倍，有的60倍有的30倍。其实人上帝问咱所听到道理了，会当生一个好土地，愿意接纳伊，毋管拄着啥物困难，拢会当去面对。慢慢咱接受这道理了，咱会去相信，甚至咱将咱会听到的分享给别人，迄就叫做伊有结实。有可能像比如讲迄个咱有种一个物件落去，伊有水的大丛，会生出果子，迄个耶稣捌学一人讲，学一个比喻讲伊是得人渔夫掠鱼的。对吧？伊人像伊的身上掠鱼会当对人身上鱼。上帝伊嘛愿意讲咱听道理了，咱会当将咱的福音分享给别人，嘛身上必得掠鱼，得着人遐尔多。相对伊即个道理就讲来讲伊有野种的土地，嘛有野种的人伊共款比如讲咱去传福音，咱毋管安怎去传，只要去野就好。这个修行在于上帝。因为讲两项代志，第一，你爱找到一个好的土地，去接受这福音了后，将这个咱听到福音传给别人。甚至咱嘛爱先上野种安尼，咱毋管野是啥所在，
总是上帝会将这种放伫好诶土地顶悬。咱毋通上啊听咧，上帝咱讲啥咱毋知影，我歹听啊，我拄着啥物代志，我著离于上帝。所以如果你毋听，就是叫啊听咧，你拢听无。是，所以呢，咱今仔日有来听诶人，拢是老人哦，吼，有迄100杯、60杯、30杯哦，会足咱拢毋是啊听咧，咱是人咧听上帝讲话啦，咱毋是啊吼，所以毋通做啊听咧安尼。咱是啊，哦，对，所以咱拢毋通做啊，基本都在讲啊诶歹话啊吼。但是呢，咱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讲诶，咱就是爱听上帝话呢，都这代志呢，你就当明白，就袂感觉咱拢听无。有当时啊，听人咧讲股票嘛是啊听落吼，一大堆迄个道理啊吼，做侪物件吼，咱其实拢是啊听落，但是咱诶圣经诶，毋是足歹捌诶对无吼？其实圣经是足好捌诶，你若有去来听啊来明白上帝时吼，你就会当明白足侪上帝，互你100杯、100杯、30杯吼、60杯，足好安尼，真欢喜吼。所以今仔日有来听，会记你家己试一个赞哦，安尼按赞一下吼，有美秋美华吼，明辉，多谢恁来吼。嘛，多谢老师今仔日甲咱讲诶即个吼，其实我真正毋知影讲，无想着到讲为虾米吼要讲听雷吼，就是安尼，原来就是伊有即个，伊其实是一个伊诶天性对无吼？其实毋是伊听无，伊本来就是，伊诶天性本来就是吼，袂惊吼，其实应该是好诶对无？啥物货拢毋免惊安尼好。安尼后礼拜伊个 AM 呢，台湾8:10，泰国7:10，过来做伙过来用台语来讲圣经哦。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杜老师、泰国科莫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诶。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哦。嘛会记分享互你诶朋友吼，互伊毋免听落去吼，会当大家平安最近做热诶。祝福大家吼，拢会当凉凉安尼。今仔泰国北部吼，本来最近就是足侪迄个烟雾嘛吼，其实已经一两个月，最近落雨哦，所以开始袂歹，开始散去安尼，迄个烟雾吼开始散去，嘛祝福大家即个热天咧，会当大家拢健康吼，好。多谢老师，安尼下礼拜再会，平安。